主厨好时刻，五谷根茎料理哈，奶都方的奶当国的东，马上做的五谷根茎料理。五根茎冻豆啊，你看，那个呢，牛啊，奶都方的，奶你袂读的，还有啊，番薯，奶都方的，系啊，底下中村系啊，还有做到面地袂春笋啊。哦，好来，今日要做的料理的名系嘛个？香芋塔塔意大利面。香芋我就谈的是塔系嘛个东西？塔其实是大家做了一个沙拉酱。牛啊，番薯啊，来做了沙拉酱。底下用到鲔鱼啊来做沙拉酱，叫面啊。做凉的啊。凉拌的啊。对啊，做凉拌。来，开始。我一般因他看到了意大利面是做烧的。做了焗烤啊，有炒的，那今面都做辣。凉拌的，哎呦，还要先通过嘛，是嘛？等下先通，还先来切的。你妈拿天数的嘛？好啊，我20分钟切，切不哎。5000样啊，6000样，系冇？哦。你看也水，唔会冻蛋吼。唔会啊，其实冻简单啊，但是你讲啊，你要切了太地细地啊，要注意，切中大地啊，等下了冇煮熟，面有面体嘞。中鱼啊，我上台嘛？唔会，还行哦。看我录音嘛？全部不用了。拥有害群之马。佮通亚番薯田有搞冰盐无？唔是，不是啊，唔是，等下那面冰下是了，炒冰就燃，你要长冰就做对嘞。应该当好熟吧？像个切按细地是好饺子会熟的。我帮伊滚一下吼，等下长到面强下冰了。强下煮啊？强下煮做的。要面你们差不多至少要煮10分钟。差不多啊，那意思，超剩10分钟的时间，到面冰下去做的。一摆子要注意嘞。那你要调香瓜样？调香瓜没看哦，切，调一调。其实地不冰的那种东西啊，像做的，可能那啲纳豆买的东西，是做的冰。那就脱那种有切的东西啊。口感。还有口感。用切，用太。那个小黄瓜然后直接用了地北都没做的。口感切，按你全部管没做的啦？没做的啦，但是该可能小哥那个注意下。因为讲那个切，你哋等下嗰度煮了牛啊，番薯的时间你做唔得那煮到面。又熟是吧？本去是都要切。面好面嘛，面会硬，然后牛啊、番薯是本去切，小黄瓜没切。都有乜个诀窍嘛？其实应该是我落去煮一下时候嘞，应该第一讲你个淀粉东西啊，煮长久啊，其实一下是面的嘞，这小狗本去煮一下，你下蚕豆做了面。唔讲牛的毛煮熟的话，当恶心哦。对啊，对嘛，如果压人啊。人家小狗用煮啊，冻一下的。面冰下去啊，然后意大利面有一种快煮的嘛，3分钟那种的。没有，其实看起个面做到好粗好油啊，但是有的好油的面煮到是冻僵。因为上面买个给包装有下3分钟，我想买个意思。因为一般的煮他们煮10分钟嘛，结果可以包上去煮超过3分钟，应该煮5、6分钟。所以唔对，用变动态的，你嘛，叫身上已经跳面。其实个看起面你要做用的东西啊，成分比例系啊。你讲煮3分钟，你会看起个包装你要种面去做起来，煮几球，看起当个建议时间。煮超过其实种起来啊，是不面。后来就一时不察。
要不然意大利面就注射派。不用丢燃啊。那在煮了意大利面时只，因为不用丢燃，吼，先捞了本来面吼，起加油点木头。本身有米头，哎，冇之后煮了酱的时只，冇煮好啊，喂，酱又酱的梅头，面的梅头，什么落去？可能啲糊啊，個煮到叫熟嘅，其實會讓人效果散晒，效果會散晒，來。但冇樣要定人面數啊？係啊，要面咗。你講你加啲水啊？注意些。那你那边教我们之前周末，就吃饺子会就会。係啊，第一次只叫做得咧。哦，可以當簡單嘅嗬。係啊，其實當簡單嘅哦，未摸一天講誒，那咧係一天嘅糊啊，哦，番薯，現在講上到咧馬鈴薯，未做得啦，哦，要切春菜啊，春做一排，哦，我切掉菱角啊，未做得。西瓜皮，啊，做得啦。哦。你往你說嘛，代表哈。哦，像產到另外一道嚟，回來。要等於涼係啊？係，你冷下。哦。一同個意大利麵哦，落了糊啊，煮了的哦，係先就油。我建議等下會硬油啦。先來涼落去，吼，你涼落去，即等下開始來，後來係鮪魚醬啊，用啲調味料，吼，就變成沙拉，攪就做得咧。你要整個我念你明唔明？唔是，唔是啊，佢了未？好口感。啊，小黃瓜咧係先冰落去。而家小黃瓜我切啦，佢冇殺過。好，冇殺過我咧。餘溫有稍，你下先可以落去攪嘅。下先可以涼，好，涼落去嘅等下再加咧魚醬，好，沙拉。你買那次就會。係。再加個胡椒。哎，不用丢燃。我哋一冷了，做啲不用丢咧，哦，鮪魚醬。哦，就攞個罐頭去買嘛。係，買個鮪魚醬做得咧。海底雞，要面对它沙拉，好，来是，有冇一種馬鈴薯沙拉概念？其實咧是從嗰啲做了洋芋沙拉嘅感覺，好，做了馬鈴薯沙拉，已經用到了麵，好，已經好有飽足感。哦，也是做野餐料理呢，哦。係啊。一攪攪，吼，樣子做得咧，很淡。
哦，那你很简单呢。像你讲到面煮吼，番薯啊，无了煮吼，之类用到了鲔鱼酱，吼，变做沙拉，搅的压死好嘞。今天真个那烟焖蛋糕的嘛？嘿，要微爽去做对嘞。可能出去都要食到，当到种冇强的口感，疗愈了啊！刚才讲下，好，香芋塔塔意大利面，做好嘞！香芋塔塔意大利面，先摕有的番薯切细细地放落去煮，再把意大利面放下煮，放到盐后留起来准备，摕切好的瓜夹放下，用盐、胡椒粉、鲔鱼、麻油内子、坚果做成塔塔酱，先后夹放下，安尼好食的香芋塔塔意大利面就做好嘞。